小正人西客气加水。我讲完一节了嘛，我跟你做伙啦。欢迎老板被找到。比起跟你做伙，我感觉讲高端啦，讲高端啦。好，加工，好贵啦！那我嘞？好，你眼睛睁开来，发现是他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快点跪啊！你今天是快点跪！带动关庙凤梨本来就是我们做凤梨酥的目的之一嘛。哦，不过等我们成功打进市场之后，曾经是对你好的。阿喜像喜欢出农场，可是这样包装跟内容物标示不符。雕塑。好烂，很强。哎，你看，老油条，我在，你会觉得，老司机，凤梨酥。含泪吃凤梨酥，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。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女儿小欧啊，然后我跟她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我一直阻止她，然后我花尽了所有的心思，就是觉得她不可能会成功，但是我觉得吃到那一刻是我的女儿成功了的那种心情，所以就有点含泪吃凤梨酥这样子。这是生理盐水，对，我之前双氧水才会痛。双氧水爆痛的哎，你到底是摔了多大力？因为我是真摔啊。姐姐有练过。你们怎样？辉哥没事吧？真的撞到，真的撞到。我们拍戏都来真的。